丁兄，阮最后再度申请，希望丁兄一定要发函给市警局，把当年本案所有的资料拢调出来，包括通联记录、监听内容。欢迎个发公文，爱咱甲邮民对案件的资料拢找出来呢。那你就去找啊，甲我讲要创啊？该拢叫我做遮的代志，你找无，你要找啥？这张游民地的通联记录，伊甲两位共同被告根本就无联络。假使讲因真正是共谋，计划犯罪，敢讲因拢袂联络啊？还是讲吼，因是靠通联咧互相挑代志啊？